情，无情雨压淡阮的心情。为着生活，有啥人了解阮心酸？无奈人生的起落，伤害远。有的歌互人印象会深，敢若前奏落去迄2-3秒，乐器开始走，你就有才调讲出歌名。啊，这毋但作词作曲家有功劳，编曲家更加大要紧。今仔日，咱要来邀请台语歌坛正人学老伊101的编曲家蔡芳芬老师做伙开讲。不过，咱先来听这位名作词作曲家罗安老师讲起伊和蔡芳芬两个人20-30年来的交情。一个淳朴的乡下人，从台中这样从基层做起，然后一直摸索，然后一直摸索，一直问，不耻下问。他的笑声很迷人，哇，人足好诶！我跟你讲一个例啦，我跟他合作这30年吼，对于走力到今嘛成为大师，台语界的编曲排名前3名之内啦，真的很棒。他能够成功不是1天2天的，他是经过这前面那10年，他慢慢。到现在他可以跟某某人、跟某个大师作品这边相比，差不了多少，都一样很市场。这是经过他思考，也爱爬沙、爱干功点，但是他都发自内心的，这是他的优点。然后从里面发掘很多东西，对，但你是按那走从里面就是，他真的是这样，他每天讲电话大概超过10个小时搞这边我最欢喜的，搞今日当然呢，我感觉最欢喜的合伙人的加赞，你爱记得答应我爱做一到我的独生女所有的我的版权啦，我的财产啦，你有甲我讲你甲我建议，拢要替我管理好，以后才会当顺时教完查某囝，我的独生女你也甲我处理好无我会来找你你知了解感谢
出一出来电影。换主角是啥人来扮？希望孤单，唔通都是我。啊，主角，若你来参加，请你好好听小我，予天下所有真情的人拢找有伴。切啦切啦，袂到心痛，你是一个花心多情兄。切啦切啦，有啥可怕？爱情变成一出一出的电影。换主角是啥人来扮？希望孤单，唔通都是我。啊，主角，若你来参加，请你好好听小我，予天下所有真情的人拢找有伴。今仔欢迎台语歌坛正港101的编曲家蔡芳芬老师，老师欢迎。大家好，老师，爱情册啦，这你写的歌嘛？嘿啊结果一个查囡仔啦，啊，到底吼是安那？什么人咧替你唱这条歌？你无甲阮解说一下？哦，这是我的太太。那呢，伊个是你工作中真重要做伴、做伙拍拼的人。对，系啊，工作上的伙伴啦，这嘛是一个做好的伙伴安尼。嗯，啊，伊即马吼作词作曲，台语歌吼，嘿所比你较出名咧。哦，安尼好代志啊，这是好代志啊，系啊，表示讲我呢一步一步吼，甲训练这物件，互伊了解讲，什么是台语歌，安尼我感觉讲，我做有成就感的啊。什么是台语歌？对我来讲吼，这种物件叫做本土歌啦。嘿，这物件叫做本土歌，咱袂讲用语言来限制讲这个物件，这是咱台湾本土家己发展出来的音乐。你若讲为古早，哦，咱第一批人来这块土地咧住，吼，甲原族民族，吼有接触了。其实咱这台语的物件，就是咱所谓台语歌这种物件，这个叫本土音乐，吼，伊会去结合这个物件里面。所以咱做清楚就听到，哦，比如说来山姑娘要出嫁啦，有诶无这类似这拢有去讲哦，咱这个原住民哦，伊会好，吼啊，所以咱其实住伫这个土地的人哦，基本上吼不排外，大家拢好，你包括哦，这日本有过来，荷兰有过来，啥物，但是咱无去怨多人啦。嘿，吸收啊，嘿，爱吸收，嘿，咱拢甲起入来，所以咱来造成讲今仔日咱这个台语的本土音乐会甲全世界无共。听讲有一台琴吼，即马拢无人有啊。你特别要闹的，你用心计甲讲，即台琴袂使卖。咱若学生囡仔要来看，我会使招人，互因知影讲50年前南卡是安怎走的。这个代志嘛，你咧做？无啦，这小可代志啦，我会感觉讲。因为这个物件吼，对咱台湾音乐内底来讲，这是足重要一个元素。我希望伊甲保留掉咧。另讲咱若有机会，因为迄种那较是音乐，包括较早老生弟咧做的这种编曲，哦，这全世界找无第二项啊，绝对找无。你讲大部分的音乐吼，你去看国外音乐的发展吼，因黑人有黑人家己做出来的物件，吼，每一个所在拢有伊家己做出来的物件，但是迄个差异性吼，要是无法度做完整的。敢这那较是这种较早咱种电子琴音乐吼，全世界找无。啊，演歌日本曲来到台湾，你头拄仔讲，经过那卡是，经过 Orange， 经过无共款的材料、味素甲掺落，台湾吸收日本演歌了后，加什么款的内容入去？咱台湾吼，你爱记得，毋是干日本的元素，伊阁有原住民族伫内底，但是咱台湾的音乐吼，台湾这种本土音乐吼，足奇怪。嘿，你若详细去听台湾这种本土音乐吼，本土音乐内底。古筝、琵琶，迄是中国的一个元素伫内底。你足歹讲放入来伫咱种台湾这块土地这种专有的物件，但是足奇怪。嘿，你个中国都嘛有物件放伫咱台湾这块土地内底，就有留落来，可能就是迄个
迄个二胡嘛，吼，迄即种物件，还个我都接受，我嘛毋知虾米原因啦，这我无法度解释。但是日本的乐器嘛，足侪咱拢用足习惯的。当头接触即个台语的编曲的时阵，我发现讲，哇，这物件甲一般咱所理解的迄种音乐是完全无共的呢。嘿，因为伊袂用西洋的，伤过西洋迄个理念来做编咱即种台语歌，迄毋对，迄个元素拢毋对伊啊。台语歌的编曲真正甲这一般的流行歌完全无共啊！我拄接触的时阵，拄着这一寡先辈咧甲我讲，啊，你这毋是台湾味呢？我哈，毋是台湾味，啥物是台湾味？迄阵真正，迄阵拢硬去啊！一开始咧编台语歌，迄阵的挫折足济，就感觉讲，啊，这毋是台湾味，啊，无啥物遐是台湾味。到尾仔想着啊，我囡仔时阵咧听的物件嘛。吼，你因为迄阵接触个西洋的物件伤过济，啊，伤过济的时阵，你变成你会想讲，啊，做音乐啊，啊，毋是共款借音符嘛，共款写个曲嘛是安尼啊，啊，我就照我的想法来做，毋对伊，真正毋对伊，因为台语歌有伊的元素伫内底，我发现吼，你像原住民这物件，你袂用西洋的理论去甲伊。讲，这物件是对啊，毋对？伊有时间，甲你加一版、减一版。我阵想无，是毋是应该是4版的歌就4版的歌，3版就3版，啊是安怎会安尼？哦，你若看因咧跳舞，你就知，迄个叫过门，足趣味的物件，这物件足趣味的。我为这去发现讲，这台湾音乐真正甲全世界的物件完全是无共啊。表示咱这地就本来，这个土地就本来就是有家己的文化嘛，嘿，家己的音乐嘛。吹着你送予阮的伞，海的声唱出谁的心情，海的山唱出干目屎的孤单，海的味冷冻相思。无聊风一直吹，一直吹进阮的心，放袂开心爱的你。无奈风一直撞，一直撞进阮的心，为何你着咱离开？亲像针一直围，一直围进阮的心。流的泪伴阮伤悲，只有酒一直啉，一直啉满阮的心。毋是你，莫搁是你。天顶星无看着为阮在闪烁，天顶月暗淡无边，天顶天，敢会记是何时？看袂着你，无会明的你。海的风吹着你送予阮的伞，海的声唱出谁的心情，海的山唱出干目屎的孤单。
但目前 CD 你甲掀开，作词作曲以外编曲，会用的讲，真大多数拢是蔡芳芬老师的作品。但台语歌坛现主是一粒一的编曲家，竟然咱有法度邀请伊来现场。老师，爱情册啦嘛你写的呢？啊，迄当阵本来要作曲的，哪会行对编曲这条路啦？这代志足趣味的。我感觉讲做音乐就是讲，同好你逐项拢爱做过，爱试过一年以后，才去了解什么是音乐。因为迄阵拢做 demo 嘛，做的，杜唱片公司讲，这 demo 就还阁会使啊，无就叫这编 demo 来编，我就迄阵就开始安尼去接触到编曲，阁有一寡朋友嘛甲我鼓励啊，讲其实你嘛用编看卖啊，来试看卖啊，迄阵就是想讲，好啦，无个开始来为编剧这块来做看卖啊安尼，嘛无讲很随性啦，就想讲好啦，无个做看卖，这题我也毋捌做过啦，就去做看卖安尼尔，其实嘛无啥物远大的目标安尼啦，系啊，愈试愈稳定咧。即摆大家拢咧拜托你。无啦，莫安讲啦，无啦，无影厉害，因为咱即个行业内底吼，还阁有足侪讲真正是歌手啦。马雅姐《天顶星》这条歌，你摕到歌的时阵，作词作曲家有灵感、有用心、有 idea 伫内底。你用什么款的形体甲捏？我一般我咧编曲吼，我会先看歌名、佮歌词，我毋是咧听音乐的。迄叫做我爱知影先爱了解哪一个歌手过来，我知免我甲做造型，这足重要。编曲就是咧做造型的嘛。互你互感觉迄个氛围是符合比较符合这首歌嘛。我迄阵听先歌词先看一摆，我感觉这个速度佮降一下，佮加上小兰玛雅伊的唱法，我用迄个速度的时阵，伊遐长音伊无法度去做无法度做较水啦。我嘛爱去考虑歌手嘛，我想讲安尼可能爱降。搁来就是即个规个铺陈，你迄首歌你迄个气氛你甲做出来，为前奏开始到内底行的物件，其实我用的和弦拢袂讲用特别深的，我无爱用深的，我爱用调。我爱看歌词，你爱甲写一个故事，你编剧其实就是咧写故事，甲写歌共款意思，伊是咧写一个故事，只是讲伊较抽象啦。你每一个课路，每一个音拢有伊的感情伫。你爱用迄个和弦来甲排列出你想要爱迄个氛围出来。这物件，这足歹去形容的，因为伊无法度，伊毋是想讲写词，咱直接看有，你爱靠听，你爱去感受，你爱感受讲，这歌词是啥物物件，我必须爱甲帮伊做啥物种的装饰落，是讲安怎去甲铺陈，安怎去用和弦，因为每一个和弦拢有伊的细命嘛。你免怎去用，加上歌手你嘛爱甲考虑入面，考虑入面，安尼一个作品才会完整。佫一项要紧哦，选乐器是毋是足要紧？乐器足重要，乐器足重要，因为乐器吼，乐器袂当乌白用哩。系啊，你若讲用一个像讲这首歌。你甲日本的三味线摕来用，是摕一支二胡伫遐扭，无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伊其实我来讲，这个物件，乐器我有一点仔重要性，但是主要嘛是和弦，你看免怎去写，你免因为想要去算，甲伊落了毋对的物件，气氛会毋对，有时为着我想讲，这歌咧编，我是毋是爱甲做较高级的，是安怎？迄无一定是高级是对，因为每一首歌拢有伊的细命。即摆市草才歹，编一条曲费用偌济固定的，甚至讲佫无亲像有的作词作曲家，伊能力若甲较大间的唱片公司合作，佫加无减无，有版权通好摕。你敢若编一条歌几万块收入，你逐条拢用遮尔济心情这甲费用无关系啊，因为有时候咱咧做音乐吼是一种，免怎讲咧？我感觉伊即种物件吼，你袂用金钱来去衡量即个物件啦。因为做这物件，我感觉讲，我也无甲做好，我敢袂交代你。系啊，
我袂去先去想迄个物件，当然讲听起来嘛怪怪啊，但是我嘛袂晓去形容即个感觉，我只是感觉讲，啊，我要甲一件代志做好安尼。应人啊，都爱做好。嘿，嘿，这是一个基本的，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啊，每一首歌当嘛，我拢用的时间，我拢爱去，我会较久一点点啊。咱是认真讲，我袂讲起来啊，就甲撇落就好落啊。我一定会先想者。嘿啊，我记得若即个圈内嘛，有诶哦，连迄个做 Miss 当迄老师啊，吼，有时我有捌听讲安尼，要编一首歌，编尔呢，咧混音安尼，伊讲，我爱先啉两三工的咖啡吼，我好就开始混音，伊咧找死命，因这艺术的物件，你袂用时间落去迄落，嘿，落去甲安尼甲逼出来，啊是安怎？都嘛一个好的作品。必须拢爱用时间，还无法度的代志。除非就说拄啊现看哦 ，OK， 我最有感觉，我紧来做。其实写歌佮编曲，其实拢差不多同意思。较早少年时，咧找家己的兴趣的过程中，哪会去捌着音乐？哪会安尼聊对这条路来？我最爱听古典音乐的啦，我迄阵是拢听古典出身的吼。啊，迄阵我一开始吼，我其实台语歌我有听，但是我较偏向爱听古典的物件。啊，到尾就可能伫应该说国中还是高中的时阵，啊开始因同学大家拢在听一般的流行歌嘛，啊我就好啦，无缀咧听，听嘛袂歹咧，啊愈听愈有兴趣，啊就想讲因厝内爸爸伊个讲想讲啊你是毋是？看要加入乐队安尼，啊，当嘛无伊不甲我强迫啦，伊是安尼甲我提醒者，我有印象当中伊捌甲我提醒过，我是讲，高中的时阵甲我讲我无加入，我到高中才加入，加入迄个学校的乐队，哦，啊，我迄阵嘛，厝内啊，阮爸爸嘛买一只琴，啊，我就伫遐想讲，有弹看觅，愈弹愈趣味啊，啊，就愈弹怎有兴趣出来，啊，就开始。其实我学音乐，毋是讲向5、6岁就去用逼咧学迄种的，嘿，我是感觉讲，有兴趣，啊，就开始一直弹，我做爱音乐的，开始一直，迄阵就开始接受流行歌。是讲我知影你田庄囡仔、中部海口的囡仔，啊，家庭毋着原来袂歹过，才有才条买琴互你。还好啦，因为阮厝内阮爸爸是公务人员尔，嘿啊，所以迄琴阮嘛是讲买较普通的啦。迄阵是安尼啦，这是一个故事。迄阵我记得，迄阵应该高1啊、高2嘛，吼学校的迄个，我记得学长啦，嘿啦，啊讲要组团啦，讲要去参观录音室啦。我讲咱才有录音室哦，哪有种代志？咱才哪有录音室？我就感觉足奇怪，我嘛歹势问伊，我小学弟嘛，咱嘛歹势甲问伤济，啊，就缀学长去啊。迄个就是即摆蔡依德啦，啊，伊比较好过。你开始咧买琴尔，已经有录音室啊，对哦，伊个有啊，啥物琴拢有啦。我伫遐看喙烂酷顶啦，我是讲哇，这琴哇，有这只有迄只。啊，阵我就感觉讲，啊，看这愈看愈趣味，啊，规个迄兴趣要搁啊，要搁啊深啊，要搁加重样啦。原底是感觉趣味，啊，看到迄了。好，规个我袂晓形容了，规个感觉那有较趣味的物件，去看伫遐咧电好咧弹迄琴安尼，我是讲哇，这音色较好听，哇，那我都走安尼啦。迄阵我就感觉讲，迄阵其实嘿啦，你迄阵咱这蔡大哥我迄阵因为我较细，较无几岁啦，啊，今后伊加我说应该5、6岁啊7、8岁左右。嘿啊，迄阵我拢点伫边啊，当嘛伊嘛捌看过我啦，嘿啦，迄阵伊嘛对阮嘛拢还不错，阮拢愿意互阮讲啊去摸者安尼，嘿啊，我就伫迄台遐，我感觉有伫遐看到这物件，我还想着后摆我想要做啥物代志，嘿啊，真趣味啊！看到遐物件，结果后摆的路。你竟然逐项都家试，作词作曲编曲，我知影讲，搁开唱片公司做头家，要讲一言难尽。
一日有你的陪伴，对阮笑眯眯，温柔的笑容是上水的景致。依偎在你身边，有你疼惜一点一滴，怕你日梦是上幸福的代志。咱两人的甜蜜滋味，轻轻放在手中心。阮的真心化作深深的情意，今生注定的情缘。今世有缘爱相随，生生世世永远永远只有你。每一日有你的陪伴，对阮笑眯眯，温柔的笑容是上水的景致。依偎在你身边，有你疼惜一点一滴，怕你日梦是上幸福的代志。咱两人的甜蜜滋味，轻轻放在手中心。阮的真心化作深深的情意，今生注定的情缘。今世有缘爱相随，生生世世永远永远只有你。咱两人的甜蜜滋味，轻轻放在手中心。阮的真心化作深深的情意，今生注定的情缘。今世有缘爱相随，生生世世永远永远只有你。秀兰玛雅甲彭顺健两个对唱幸福的代志，总是老师咱会想到，原底查甫的叶圣钦，这是伊专辑内底的歌，啊伊互人感觉真毋甘，总是讲伫音乐的路途上尾站，来到太极音乐含咱结缘，嘛是真值得怀念的过程。嘿，对，嘿啦，这，因为我这是。我感觉讲，嘿啦，真正，这我实讲无啥会出来，不好意思，咱等，哎呀，因为我感觉讲，我拢叫阿 Kim 啦吼，伊这人是阮的开心果啦，嘿啦，拢是阮的开心果啦，伊个我讲啊错咯，伊讲阮出来，哇，伊做较好咱的啦，嘿啦，真趣味，嘿啦，伊其实。我感觉讲，伊伫公司的表现真正表现了真好，系啊，包括因为阮这小公司尔，阮哪一个小家庭安尼啦，爱算是阮公司内底一粒开心果，你知？所以我，有一摆吼，伊甲我讲一句话，我印象足深。迄个时阵伊还未去太极，
伊写真侪歌。对。我讲吼，较早你有那比赛的歌手，你写遮侪歌，遮侪作品，或者天王天后唱。结果伊甲应讲，我所有写歌幕后的准备，拢是有一天我要搁行转去幕前。这句话我印象就深。对，迄阵我甲做一张，我印象当中就是这张内底，伊唱的歌，伊甲较早的作品拢无啥共。伊即届伊就想讲，是毋是伊要求讲，是毋是讲，无一定爱用伊家己写的歌安尼啦，吼，就是讲要求讲，阮公司看才能帮伊落去量身打造，伊想要较无共咧，阮还去写出遮个歌，互伊去唱安尼，嘿啊，其实我感觉，即个叶圣卿这。我嘛毋知，我讲第一个实在无法度系啊。老师，实在咱毋知影未来，人生行当往西会对倒位去。毋过今仔日吼，翻头，看到你甲做的歌，看到一言难尽，看到迄个歌词，感慨加袂深。对，其实伊伫即个歌道真正是一言难尽啊。系啊，我相信。伊今仔无离开啦，伊是感觉讲，这可能这地球无适合我伫遮发展哦，我先去火星遐发展看卖啊啦，系啦，伊永远了是我咧啦，流落手啊，流落感动，流落手啊，世间人。对，嘿，伊是安尼即个人，伊是阮的开心果啦，系啊。台语歌起草遮尔歹，歌单大家拢咧嗨讲吼，做唱片都袂趁钱，你哪安尼？颠倒甲人行无共款的路，编曲稳定安尼，比较作词作曲佫较好呢。咱都安尼一直接，case 一直印吼，若要食2百有呢。结果你哪会另外佫去投资，是当着什么人甲你招，还是讲吼倒一个人讲，哇，我看你即摆有存淡薄啊，我看摕来做唱片。我毋是迄种安尼所谓迄种有钱人啦吼，我是感觉讲这。我只是感觉讲，这台语的唱片是毋是个人加一间吼？所谓音乐人家己开的公司来做音乐人想要做的代志。警察伫咧对。这歹势讲诶，这讲了后。老师，咱直接讲，家己的自己的，观众朋友听着伊袂去过嘴。真的吗？真的。这讲落分呢。伤杀的嘛，对吧？大家就是咧等这，对开始电视转来，到这就是咧等这。你讲，若无适合制作人的，甲你切嘅。真的吗？真的。无啦，这因为这要是有一点仔差别啦，嘿啦，因为毕竟咱毋是生理人，这重点咱毋是生理人，咱毋是生理人，咱切入的角度绝对也是无共的，嘿啊，你像我做比如讲盐山之恋迄张，为迄张七股，搁来做黑面宝贝。迄阵区长，迄拢区长写的嘛。区长甲我招，我感觉这个物件我有兴趣哦，因为这是一个环保的嘛。佮为盐山介绍遐风景，到第二张甲因合作就开始做迄个黑面琵鹭的物件。我感觉这物件是做好的一个物件，对讲袂像讲一般的。台语歌个写情情爱爱啊，伊是一个黑面琵鹭，虽然迄首是国语词啦，但是我感觉讲嘛是 OK 啊，系啊，伊内底嘛国语词啊，我感觉迄物件我有兴趣，迄无共的物件，但是一般生理人较会无想着讲要去做这方面的物件嘛，因为毕竟你做了这是啥物听？结果迄砖头拢甲你买啦，可能成本嘛袂好啦，袂好啦。嘿啦，有时是做一个感觉的你也用生理的角度来去切入去看这块物件的时阵，这生理人是袂投资的啦。嘿，这是无共的一个方向嘛。嘿啊，所以这方面我感觉讲，咱能做一寡较无共的物件，有一点较有贡献的物件。你想讲迄阵我嘛有去做一个，比如讲迄个贩毒的微电影啊，是啥物？伊即种物件，这种
关的啊，这种关出去啦。讲到这条，老师，你无讲我歹势讲，这真正戆人咧做的代志。听讲是政府经费互你拍摄个啦。不是，迄是安怎咧？迄阵我讲这故事足趣味的，迄阵哦，因疫情嘛，啊，所以片啊拢无法度落去正常的发片嘛。啊，我迄阵就我伫遐想起讲啊，咱这政府一个创啊安尼，害我安尼。啊，我迄阵想讲好，我敲电话去文化部安尼，啊一敲了啊，伊讲阮应该甲你补助啊，我想干嘛呢？啊，迄阵咧写迄哦，嘛歹势写，啊，到尾文化部就有拨一个迄个疫情的迄个补助互我公司嘛。啊，伊拨我换我咧歹势啦，我想讲，哎呦，啊这拢人纳税人的钱，啊全摕为我遮，啊我甲开去我也歹势啊。我想讲啊这边怎？我想讲，摕这笔钱。嘛怪怪啊，嘿啦，嘛足奇怪啦。其实这我是想起了，我其实嘛无一定讲一定爱家己摕迄个补助啊是虾米安尼，我是要敲电话是一个发泄安尼尔。啊，想要到文化部搞安尼，我会感觉讲，这笔免怎？啊，拄啊迄阵有拄啊一届机会去拄着讲，迄个咱这个刑事局，警政署的刑事局内底想要做一寡迄种。反毒还是反诈骗的迄个宣导嘛，啊，足简单，因政府机关即满应该是较无预算，所以简单翕啊，比如讲叫阮方顺琪去，啊，就坐伫遐讲哦，大家不能怎样，啊，结果是安尼尔，我想讲，我感觉讲，我迄阵我就甲刑事局的人讲，啊，无安尼好无？这我来帮恁翕，伊讲哦，卖啦，阮无预算翕微电影，我讲毋是，是我翕要送恁啦。嘿，啊多安我的心，嘿，上无迄笔钱，我应该摕去，共款去回馈到送对政府机关嘛。嘿啊，我就较安心啊，无共摕纳税人的钱安尼要乌白开，我嘛歹势啊。老师啊，你现在是互人足钦吼？无，迄毋是，迄咱不应该得的。嘿啦，迄袂使安尼讲哩，嘿，迄钱安怎来，咱就安怎回馈。世间有这款讲，无啦，毋是，迄毋是戆人，迄是袂晓讲，迄大家个性无共啦。嘿啦，迄个性无共，因为你共摕到迄当嘛，你会感觉讲，每一个人面对这笔的会无共的一个想法嘛。你也袂听我讲煞呢，戆人毋是你呢。是啊，戆人是阮怡如姐、林某作词作曲家蔡怡如老师呢，竟然红婿做这个代志，佫甲你赞成，佫无甲你动。袂啦，无要紧啦，迄足正常的啦。伊嘛袂感觉讲这是一件无好的代志，因为我感觉方顺琪是爱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个社会责任伫咧啦，嘿啦，伊嘛爱一个交代。啊，我今仔我做伊的头家，我当嘛希望伊。用去做这件代志，所以拄啊完成一件好代志嘛。嘿，你莫去想讲迄笔钱按入来啊，哦，对咱的一个补助啊是安怎？你想要摕去做其他的用途，做其他的投资，无一定是安尼啊。嘿啊，因为我本身我开这间公司，咱是来论证讲也无赚啥物钱啊，啊嘛毋是伊讲真正讲哦，要赚啥物大钱为目标安尼，啊，就是讲。都嘛，这个物件，我感觉讲，啊，所以你把你，系啦，以我个性，我感觉摕哦怪怪啊，也是怪怪啊，我毋知想讲，安尼，我嘛是一个解脱啦，对我嘛是好啊。真心的推背，问阮心啊伫底。蝴蝶双飞，飞啊飞过了
做伙。春又百花，秋又月，夏又凉风，冬又雪，为何只有阮孤一个？怪阮对你太痴迷，为你流连通百回，早夜梦中痴又一回。来到海边，海风轻轻吹过，看人甜蜜有情话。大心的海鸟，甲阮真心的对白，问阮心爱的地。乌蝶双飞，飞啊飞过了山壁。一黑一白真思过，一只叫山明，一只叫海誓，今生今世连做伙。春又百花，秋又月，夏又凉风，冬又雪，为何只有阮孤一个？怪阮对你太痴迷，为你流连通百回，早夜梦中痴又一回。春又百花，秋又月，夏又凉风，冬又雪，为何只有阮孤一个？怪阮对你太痴迷，为你流连通百回，早夜梦中痴又一回，早夜梦中痴又一回。今日欢迎台语歌坛 R&B 的歌后秀兰玛雅，玛雅姐欢迎。国珍哥好，大家好。玛雅姐，今日哦，来跟我们讲一下蔡老师，两位蔡老师，你看到因的生活，作词作曲的蔡依如老师，甲伊的翁婿，大编曲家蔡红芬老师，私底下我唔知影迄一面。小编辑家啦。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当时我大概多久以前？我们认识应该有应该7、8年以上差不多以上。对，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恶心夫妻”。哎，但我就听我们共同的朋友讲说，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超过15年了。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知道要跟明星吃饭，然后还给我穿一个情侣装这样子。然后哪个这样子，你不会觉得我们好像大电灯泡吗？就对他们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夫妻的感情非常好。那他老婆怡如就会说啊，他是我的曹伟。海靠梁朝伟，当之无愧，对吧？对，就会觉得在伊的心目中，因翁是上缘投的。嘿，这吼，因两个吼感情就好的啦。是毋是？喊伫几时讲有人安尼咸在路要嫁咱就爱甲报销。嘿啊，一般拢是安尼啊。哦，这无啦，这缘分啦，缘分啦，系啦，拢是缘分啦。我迄阵咧帮迄个大旗迄边，迄阵大旗唱片咧找歌手嘛，嘿啊，结果找结果人是经到迄个叫做吴亦凡了，迄个吴廷宏老师因查某囝，嘿，结果伊无经到，哎呀嘛，拢缘分啊，到尾我甲伊嘛无联络啊，都无经到嘛，嘿啊，就我咱这
圈内一个老师啊，啊，佮想讲，你进前是找歌手，啊，一个无敬到迄个，我进前有听伊唱，用来唱 demo 安尼，啊，你敢免甲伊联络？我要是我足久毋捌联络啊，你佮叫我敲伊，啊，歹啊，迄通卡落就歹啊，卡落就变某啊。人捡袂着，我家己甲捡起来。你讲迄通卡落就变某啊，这有做幸福的代志，看有影无？幸福的代志啦，系啦。妈姐，你吼安尼过去开始参加比赛，伫业界安尼发挥，你嘛看过足侪分分合合。今日安尼会当甲太极音乐，甲两位蔡老师安尼接近吼，我相信讲看到因这款作风，真正咱会学到。应该足侪人欣赏的啦，对啊，因为像伊安尼遮久啊，佮感情遮好的，实在是有影袂讲介济，对啊，嘛袂讲，好像这一件就是情侣那个什么，这一件也是他们的情侣服啊。你讲内底真正乌的对啊，对对啊，因某嘛有一领啊。无要紧，今日我分一半，因为外口真正甲我情侣。哎，真的。真正阮两个今仔是情侣。毋若讲敢若看到因两个翁仔某汤干蜜甜尔，相信讲来开始甲蔡宏勋老师、甲蔡依如老师合作的时阵，应该过去你一寡唱歌、练歌的过程，因嘛有甲你出意见，甲你提供建议的无？比如说我录音的时阵，因会互我，比如说要唱什么情境，会给我建议。安尼大部分我家己会先唱好，啊，互因再看有什么见解这样子。啦，我先会一个画面互伊安尼啦，嘿，我是要爱画面，爱遐落看变怎去，但迄个画面画啊甲明显出来安尼。以玛雅的程度来讲吼，我感觉讲，我只要我甲音乐编好好，就是一个足好的说明啊。因为我咧编曲，我拄有讲过，我一定会甲迄个气氛先做好。我刘阿现在甲讲伊就知意思啊。这个是专业，一个专业的歌手，伊听有讲，我想要表达啥物件。有时咱靠嘴咧讲吼，无一定会用讲作清楚的哦。因靠嘴咧讲，拢大部分拢会互讲会有误解还是误差呢吼？迄袂准，因为伫音乐内底吼，音乐才是阮共同的语言嘛。嘿，这足重要的一个代志。我感觉讲。有时用讲，我发现哦，人跟人咧讲话吼，无一定讲用讲的是会清楚的，嘿啊，你也感觉讲，我画面先画互你看，我刻互你看这幅图是安怎，用目睭来看，了解清楚。用讲的较抽象啊。伤过抽象，然后伊会造成负担嘛，伊唔知要安怎做，还是要安怎做？你即马甲伊讲，比如讲哦。你这音较长较短，还是安？我跟你讲，讲来全绝对混呢，永远会杀无你迄个物件，永远会杀无。所以你照你讲，你应该是画一个画面，互伊较要紧，互伊发挥伊家己。所以阿宏老师编的曲吼，你爱先听，然后听迄气氛，然后因为他已经有起承转合啊，还有那个强弱都已经先做好了，所以讲我就是听啊，家感受。然后去唱，然后现场伊才讲要安那较会搁较好。话虽然是安尼讲，不过国正啊知影讲吼，马姐安尼，甲阿宏老师最近安尼吼，原来定定秘密伫咧练功夫，练发音啦，练唱歌的技巧啦，练足侪追求进步的工课对无？对，无好练呢。你这搞唱歌，佮讲无好练？无好练啊，因为高音是我的弱点，对。所以说，罗安老师教我，就是说要用哈哈功，就是哈，今嘛较有啊。拄啊开始的时阵，会破音嘛，然后三尾，就是抓不到那个共鸣的点在哪里，很难。这个练这个就是爱找到共鸣的点伫倒位，就伫遮。哈的时阵爱哈伫遮，才有效。老师讲，拄啊开始的时阵，那些破音还是哈袂出来，拢不要紧。你只要用力的去练这个哈哈功，久了你就会开窍啊。我相信吼，马雅姐安尼练落去了后，
甲两位蔡老师安尼合作落去了吼，要拍破纪录，因为你较早吼是金曲奖台语歌后入围纪录的保持人，咱连感觉拍破纪录，变得奖纪录，完了甲打破纪录，完了变保持人。我觉得这个可以先做个梦，先做个梦，较紧啊。啊，不过有梦最美啊。对啊，还是可以追求一下。对啦。我们真的期待呢，期待这口唱歌的玛雅姐，私底下恁个安尼练功夫，未来捧出来的菜，献出来的作品吼，要搁比较过去，搁较超过足济，阮是真正足期待系。啦，但是咱基本上咱是学无止境啦，对系啦，就是永远不管是就是爱练，你不只要你无练，就是退步。对，真的。音乐是安尼，所以这是尤其年龄愈来愈大，有差就这。对对对，因为这是基本的，咱都嘛无一定爱得到什么奖的，但是基本咱这是一个专业嘛，啊，所以咱是基本上咱是种练，这是基本的尔。嘿，这无用讲，因为这有练啊，你就去后手安怎？无，唔是安尼。嘿，这拢阮是基本讲，伊一个音乐人，这是一个基本的爱做台下的代志。 10年功，还是要一直练，爱一直练。嘿，每一道每一项拢共款。嘿咱讲三日无留就爬上树，今日你甲阮教这足重要的知识，啊足宝贵。我相信讲观众朋友原来会捡起来，用纸包起来记伫咧心内。开讲来到这吼，老师，我要邀请你，亲像世界电影真星同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落一个互阮流乱的手印。老师请，老师来。 老师来，老师请坐，老师请坐。谢谢。实在足欢喜，嘛足感谢，多谢玛雅姐，谢谢。多谢洪勋老师，甲阮这位开讲。感谢感谢。蔡洪勋老师甲咱教，用真心做人，用诚意做音乐。我相信朋友今日看过节目了后，会去体会，嘛去学习洪勋老师的单纯，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谢谢玛雅姐，谢谢多谢。老师我讲，真的谢谢。